今日收到好多花，有唔同顏色嘅花，仲要花上面有食物嘅花，跟住有藍色咁特別嘅花啦。跟住呢個係好得，其實好靚啊！今日嗰啲花真係超級靚。然後又收到好多禮物啦。死咯！係咪收翻晒嘅禮物嘢？禮物我唔知喎，你哋收嚟可能擺咗裏邊好，因為有啲禮物今日收到，然後所以今日好開心啊！今日去到你好靚啦，我覺得個場嘅都，但係音響可能再可以，同埋今日有多啲元素，今日有彈琴嘅環節啦，我又喺度玩個玩具吉他嘅環節啦，我覺得都幾得意啊！起碼好似大家一齊做一啲唔同嘢，但係唯一可能係因為喺下晝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時間嗰個方面究竟可以唱幾多首歌係有啲難，所以我覺得今次唱歌係相對少，但係唔緊要啦，一齊慢慢製造一個經驗，一個體驗。希望下次可以有時間嘅話，再做一次夜晚嘅啦，夜晚嘅場啦，甚至乎可能唔係淨係我自己咯，可能嚇其他人一齊做一啲合唱或者合作咁樣嘅方式都可以。希望下年再見咯，好唔捨得我真係好似咧未開始就完咗咁嘅感覺。即係意猶未盡咯，意猶未盡，好開心啊！每一位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，好重要。希望嚟到嘅你，嚟唔到嘅你都我都知你哋有祝福我嘅，所以希望不久將來喺街演啦，或者係一啲聚會啊，或者係生日會啊，再見到你哋啦。